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意大利嘅万上运通也多年来喺世界各地许多人爱谈论做。先前花莲凤林、嘉义泰林申请过嘅，苗栗第三义南庄无一久以前也如通过嘅国际万上认证。万上运通其实係为做到对抗工业化、全球化来判嘅，主要係愛市場證追求永續發展。支持在地農民生產，保護傳統文化，維護生態環保。許多位鄉鎮希望如上愛來申請萬上認證。細細隻嘅台灣更加如有4張萬上嘅，還有多位鄉鎮等能愛申請哦。不過萬上多位也開始有人疑惑，想要變做本人認證嘅萬上，到底係為做到保持本地嘅用嘅，還係為到觀光發展呢？看下嚟苗栗看下先。年歷史嘅南莊路遊區個有老師戲，一下門頭為沙庫拉開發大米，來到亞路從許多日本用嘅，向嘅許多遊客來翕相做紀念。老鋪店嘅條價攤開不必裁剪，無論係上蓋買睇兒，也係新人嘅做嘅發布作為服務，也係卡當嘅，也只嘅做親友。也很賣，也很賣，細細嘅規範行，各種各樣嘅東西，乜嘅都有。南莊有一個老街啊，感覺南莊不錯嘞，吃得好啊，特別現在有櫻花，來看櫻花。過來看櫻花，還有老街啦，這裡當地的朋友介紹的，因為我們是從外面廣州過來，有特色，比較沒有大城市那一種有鄉村的味道，還可以。觀光來看，三義鄉一定有名嘅景點，秀山縣聖賢茶站，也下無火車對廿個位，不過茶站還保留嘅老頭牌嘅記憶，係一類人民嘅好喜有料嘅素材。火車站都清古色古香啊，有清香，有這種非常淳樸的那種感覺啊，跟我們美濃鄉下很像，這樣子，因為我們美濃冇火車站，啊，有一個龍騰斷橋可以來行啊，試一下行人的板條啊，挺好食。因為天氣問題嘛，然後現在都很那個煙雨朦朧的感覺，像仙境一樣，真的挺不錯啊。很舒服啊，很清涼啊，對你啊，對啊，就感覺清新。要開師傅數個口，高椰樹、無論樹同樹佢哋都有嘅新成樣，喺個成塊為此人嘅作品。當年木雕歷史悠久，一下睇木雕嘅好，大概有200人間專門賣一條東西嘅店嘅。人講喺木雕界嘅書面界，每次每到客家傳統美食嘅店嘅。梅乾菜跟福菜，還有紫蘇梅，然後還有我們的麻糬跟米糕。這裡就是我們三義的，算是特產，也算是比較小巧的，然後讓方便客人，就是可以買一整盒，然後送給親戚朋友。無論南莊鄉也係三義鄉，都係廿多年來苗栗縣觀光一定發展嘅鄉鎮。今年2月咧，還同時通過意大利國際萬上嘅認證，同花蓮鳳林鎮、嘉義泰林鎮同樣都係台灣嘅萬上。未來我們苗栗大概這2個鄉鎮會是我們苗栗的觀光的一個亮點。那我們希望說，未來我們在推的時候，我們可能初步我們會先把我們的慢城意象先塑造出來。下一步我們是要把我們的2個鄉鎮的慢城的品牌也做出來。好，比如說我們三義，它是以三義的那個舊山線鐵道文化來做它的品牌。然後加上我們的木雕工藝，南莊的部分，我們是強調它的生態跟它的族群融合。我們南莊很大的特色是它有新住民，有賽夏，有泰雅族，有我們客家人，4個族群的那個融合，那個會是我們的品牌的要主打的部分。南莊除了加個山水獎以外呢，還有南莊有多族群呢。嘅融合嗬，你話真係
本一嘅外國來認同嘅嗬，我哋南莊要生態聰明嗬，對呢個成法咧200年咧非常嘅融合和諧嗬，呢個真是非常出得嘅核心嘅價值嗬。這個精神就講，一地方嘅符合世界嘅一個世界講綠化哦，嗰日嘅健康哦，嗰日嘅保存日嘅文化發展剛剛，嗰帶到一個地方嘅人，大家當友善、當客氣當和氣，公民嘅意識當強，呢啲地方呢，真能夠發得一個國際萬上嘅一個認證。萬上上來起碼幾耐，國際萬上組織提出8大公約，包含人口數無到5萬3人，希望保護天然環境，韓國提倡愛繼續永久發展下些技術，譬如菜地文化，保護菜地嘅屬屯文化資產，推行空間嘅飲食屯生活方式，支持菜地工業屯商業發展，過後夜款待外來嘅人客，鼓勵愛上網參加共同活動，培養公民意識引導。簡單來講，萬上運動就係愛反全球化運動下發展出來嘅，同時愛鼓勵保護天然同傳統文化，愛發展經濟，同時未愛向人睇得的韓國永久發展下嘅都市。他們有感於這個在全球化的這個快速變遷之下呢，他們這些小城鎮、小鄉鎮呢，這個人口流失、產業外移所以勞動力下降。那生活形態也改變之後呢，當時他們4個市長呢，覺得說有這樣的一個必要呢，要喚醒當地居民對自己居住城市的一個情感。那麼另外呢，也希望能夠讓這個當地的老百姓呢，對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有自信、有自尊，那麼也能夠保存當地的一些特色，還有這個傳統產業呢。所以他們4個市長呢，就聯盟起來，就決定要去推動這樣的一個慢城的一個運動。對當地的文化的保存，對那個工藝的保存傳統工藝的保存，還有我們的傳統廚藝美食，透過這個來做行銷包裝。其實慢城是另外一種的城市觀光的行銷啦。那我們是這個最主要的前提是說，我們不破壞當地的環境、當地的文化，甚至當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還有我們就傳統文化的文化或者是智慧的前提下不破壞這個情況下，我們來看怎麼樣去行銷包裝我們的在地的美食、在地的文化、在地的傳統文化觀光。我們是這樣子，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吸引我們的更多的觀光人才，來帶動地方的經濟發展。苗栗縣政府按出權力推動南莊12唔是今日改革就通過國際萬上嘅認證。不過其實地方上嘅鄉親係唔係唔到了解乜嘅安島萬上？這個慢城的發源地那個意大利那邊，它那個奧維托那個城鎮，其實它很多民眾也並不了解，說他生活在慢城。好，那但是可以這個觀念可以我們多加宣導，民眾就會慢慢知道了哈。這個我們剛通過認證，慢慢後續這個宣導的工作，怎麼樣呼籲民眾一起來響應這個慢城運動？是我們還需要琢磨的地方哈。但是推動起來應該是不會困難啦。一直以來南莊嘅所有業者，不管民宿、一傳統一度點咩，就像安尼他格來到買嘢錢叔叔嘅，要吃飯試試咧，格錢叔叔好正啊，都好撩嘅咩。所以我就通過慢城一度認證以後公部門應該要做一個教育，對一度所有業者做一個教育。本他個慢慢提到慢慢活。國際萬上指標包含7大方向、72項指標，其中1項原則係反對大型跨國連鎖商店落去。不過12項做出開嘅連鎖熟食店，安尼還有萬上嘅精神哈。我們是盡量希望說，如果我們要做我們慢城特色的話，慢城的特色的推動的我們的意向的凸顯的話，是最好是不要了哈，但是並不排斥啦，沒有說完全說不行，有這種速食店、連鎖店的存在是沒有這樣子的限制的。萬上運動團員規模強用嘅生活節好，
冇想到為滿省嘅發源地以大理奧維托帶來觀光發展，唔過苗栗人以從係點到過來，申請滿省國際認證係為到愛行銷觀光。3年就本來就係台灣嘅觀光銷省啊，哦，即係觀光當然係很清楚嘅部分啊，部分觀光做為好，地方大家生產就會有生意做，嗰個呢，人家嘅遊客會入來。個台灣呢，一個能見度啊，也會提高，所以對觀光發展對人嚟講係非常重要嘅一部分啦。南莊嗬，遊客都冇減少啊，唔會嫌人來多人啦，嗬，我們是嫌講冇人來啊，嗬，你係重要啦，嗬，你係就講你係滿省嘅認證以後，我希望係來吸收。外國嘅遊客啊，外國嘅背包客也好，外國嘅團體也好，要重點係兩部分。團藝術家小農作為從木刺就比例來夾，等等夾出一筆又長又好食嘅飲料。16年喺南莊辦農村小旅行嘅後生嘅朱亞賢，最近又團業辦開嘅農場店，希望用五感體驗來行銷推上先鋒嘅小農國產，食材優雅。一下南莊3年觀光已經做到個發展咧，韓國通過國際滿省嘅認證，地方政府希望向韓國多位國際觀光客來，只唔過鄉鎮細細嘅天。來到安島觀光客有哪嘢好吃？會影響到菜體驗係你品質麼呢？有嘅人係先食片呢。因為南莊其實有點像是兩極化的世界，就是一個當然是就是在地的人，他們一定都還是過着很慢活的生活，就是他們一定要每天阿婆一樣每天早上起床去洗衣服啊，然後一樣去種田啊等等。但是還有另外一面是，它還是慢慢的朝向觀光化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南莊老街啊等等，就是它其實是一個二元化的世界。所以就是慢城這個東西，其實我們會期待說它。把這兩者做一個好的平衡，就是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朝向我有了慢城，然後就有了觀光，然後可以帶進更多的觀光客，那反而是一個我覺得是比較會本末倒置一點，就是會比較擔心。觀光巷越來越多，很擠。原本剛開始的時候很少，然後越來越多賣東西。那你自己不喜歡？以前這邊也沒有啊，以前的南莊比較好啊。太多東西很麻煩，很吵。我家裡那邊全部都是人，我爸爸都會說南莊有什麼好玩的，一直來。對這個所謂的縣市公所哈，縣市政府來講，能夠提出認證，那我想它其實是一個好的開始啊。不過可能要注意，就是它其實是一個承諾，而且它是一個開始，在人口流失的同時，產業流失的這些同時，這個行政單位能夠提出怎麼樣的一個承諾，能夠有怎麼樣的一個資源的挹注，那我想這個怎麼去建立一個幸福的城市哈？但是如果是急就章哦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好，那也引進大量的一個觀光人口，我想對當地老百姓哈，其實有時候會是一種負面的衝擊哦。那比如說我們常講的這個觀光財進來的時候，其實有時候不見得會進到當地人的口袋，那一些垃圾、交通的問題、治安的問題，其實都影響着這個當地的這個老百姓。對於大理發展嘅滿省運通，3萬愛小鄉鎮長長久久發展下去。韓國重要嘅精神團結意係愛維持菜體熱菜係用嘅工業嚟嘅，南擺咪愛本共用，檢查有嘅蔬菜做出唔係日本單嚟用嘅，嘅滿省有嘅名嘅又真唔實際。唔過另一方面來看，也咪係提倡菜體熱，就更怕有千多年少嘅話係小鄉鎮呢做出變革嘅。我認證今年係滿省嘅來嘅1000多年，佢就韓國難看到日本單官方嘅工業嚟嘅用嘅嘢。